来看到新北市泸州这间卖早顿的店，上出名就是手工做的卵饼。头家坚持一定要现点现做，半暝2点就起来糯米粉，加起来卵饼特别 Q 弹弹。甲整过高站塔铺伫卵顶的，刷落砍卵丝打泡猪肉，尾啊砍手工做的卵饼皮做火煎，等到卵变作黄金色的，平面继续煎，卵饼皮变到有小块恰恰，就会当甲卷起来，准备出菜。切韭菜哦，好。泰国式的猪肉卵饼，那卵饼皮真酥，也嘛足济，一喙加落滋味真特别。它的蛋饼皮特别的酥脆，然后比较厚实有嚼劲，所以就吃起来特别新鲜，特别好吃的。最特别就是它的饼皮，它是很松软，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很好。对，它跟外面一般的很薄的饼皮不一样。店内卵饼会这么受欢迎，拢是因为头家王志宏，逐工半暝2点就起来做手工的卵饼皮。这是什么中筋高筋？它是中筋跟高筋之间，它叫粉心。粉是米粉，甲前一工就发火捞米菜，做伙加半烧冷的水落去机器内底芳，会当让米粉加的水增加，控制 Q 度。机器芳10分钟了后，摕起来继续用手工来拧。西式打面你肯定看不到，因为他们的蛋饼皮啊都是现成做出就现成的呀，我们的都是自己擀的，自己做的。甲油酥抹伫咧米菜顶的了后，卷起来，砍塑胶袋啊，佮发一个米菜，才会更加 Q。一般外面传统的蛋饼都是一层而已，它没有层次。然后我们蛋饼多了一些层次感，会吃起来比较有口感，而且视觉上跟口感上都会吃起来比较酥脆一点，这样。有一点类似像葱抓饼的那个原理一样。头家真有自信，甲家己的卵饼的特色讲出来。拄创业的时阵，其实是无一摆志气的，因为拄开始得了几60万，妈妈唔甘看伊遮尔辛苦，佮叫伊归去就放弃，一直到第4个月，坚持用好的食材，互伊甲名声做出来。我是认为说，我们东西就是很实在，而且不添加任何化学东西，所以我觉得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客人都会回来。然后就想说就再撑下去。一路行过来，拄过真侪挑战甲困难，靠乐观正面的想法，一步一步一直行。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很辛苦啊，可是客人他们来买东西，也是很辛苦在那边等待。那可是换个角度去想，如果今天他们等待时间那么长，那如果我们做出来的东西，那他们吃得很开心，他们一整天都很开心。那我觉得那种感受的话，你就会做得很开心。用心来享受工课，虽忙真忝，毋过嘛真有价值。王志宏用手工做出来的早顿，要互人客逐工早起，拢会当感受到幸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